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苗栗一个毒贩4个月毒，身躯边佮一个2个月大案婴仔。另外，台中警方的抓犯人嫌犯煞开车弄警察。因警署逼处官商斗坑，一个县长的组长顶人收乌西钱几啊百万，将10外人互约谈，组长嘛互升压禁见。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买厝贷款，政府补贴一买，佮加上银行补助半买，利率只有1.775%。新台市来看苗栗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带一个2个月大案婴仔4个月未到，台中警方抓到人，嘛查到海洛因佮安非他命。另外，台中的警方在抓犯人，结果这个嫌犯煞开车弄警察。警方全副武装来到一间铁厝外口，因为因接到情资，47岁单身犯嫌长期伫咧卖毒品，人是藏伫咧苗栗后人的这个租厝的所在。原警真紧就破门，发现单女手中还佫抱着一个2个月大的红婴仔。警方毋但是当场查到23公克的海洛因甲安非他命，还佫有吸食器、电子磅啊5万外块等证物，还佫协助泡牛奶来安打红婴仔。台中市刑台查缉毒品案溯源，追查到单女常常载着红婴仔到各地来卖毒，专案是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而且通知囡仔的父亲带回去照顾，也请当地的社政机关介入了解。经搜索查扣1、2级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共17包，约23公克，吸食器、电子磅秤分装袋1批。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台中当时也有毒贩被捕。和平分局的员警12号伫咧一个停车场埋伏围捕罗姓犯嫌，对方是开车要逃脱，警方先开枪拍破伊的脸啊，搁再破窗叫伊落车，顺利制服。员警以侦防车阻挡进行围捕，犯嫌见状欲倒车逃离，员警对犯嫌车辆左后轮开一枪，击破车轮，并击破车窗，将犯嫌逮捕。警方现场是查到食毒的工具、手机、分装袋啊等证物，因为伊是先收钱了后提供毒品，专案是扩大搜索侦办当中。记者苗栗台中报道。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饲鹅案件，新北地检署以证据无够，无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早起嘛公布行政调查的结果，指出讲这间幼儿园无问题，所以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嘛强调讲园方若需要提出国家赔偿，卖协助。也毋过有家长对地检署的处分嘛是有疑虑。几百通的电话。要我们去死，说我们的良心到底在哪里？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没有。广告伤心的所在，何老师熬甜老目屎，控诉时代力量王美君、王婉如无心审判，将教师的告诉外流，互因这段日子身心真艰苦。当教律师建议对2个人提起诉讼，司法可以还给我们清白，但没有人还给我们公道。政治人物该提出的诉讼跟告诉，我们会再严拟。真受关注的新北邦桥幼儿园饲药案，12前早终结，包括园长在内有9个人拢是无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13公布行政调查结果，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经过调查，这间幼儿园并无不当对待幼生的代志，会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教育局会主动撤销其废止设立许可之行政处分，并依规定主动予以协助。
新北记者会的背帮顶面，佮较打出过去这段期间民测甲报道，因为种种不实的指控，破坏社会信任。副市长刘浩仁也点名副总统赖清德应该为当初的采访药水言论喊苦来回释嘞。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彩虹药水戒断症状从你口中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讶异。道歉有这么难吗？该有行政调查，该有作为保护这一些孩童的一个健康，这个都是父母官的一个责任啊。除了主动撤销废止设立许可的行政处分，佮伊规定主动互因协助。市府昨日已经主动联系这间幼儿园，那园方要提出告赔，后续也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营建署标出有官商斗空的弊案，检调查出讲，一个姓张的组长丁官员涉嫌透过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的执行长牵线，和厂商标到几啊案件，嘛收乌西钱几啊百万，总有10外人互约谈。组长甲执行长互声押禁见。营建署是强调讲，2个涉案的官员已经先调离主管职务。组长有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一个查甫人穿写字挂喙暗，看会出来真疲劳。伫调查官透明精神了后，13天光，互人带去地检署。伊是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经过检方的复审，甲伊申请羁押禁见。用伞甲家己扎起来，营建署科长詹嘉欣原来互带回，询问了后，以50万块交保。营建署发现官商勾结，检调12分组真济路，约谈公务员甲厂商拢总10外人。所在营建署顶真济所在，其中也包含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办公室。故意用手砸面，郑天才办公室执行长张丁良复审了后，互人申请羁押禁见。因为检方发现2个营建署官员为2021年涉嫌透过张丁良做白手套，暗中提供厂商资讯，各项标案会当得标，申请前瞻计划补助，像讲分林绿电案、道路改善工程案等，各接受焦态磷分别，这2年来收受汇款几落百万。他的事业那么大，怎么会去？我搞不清楚了。营建署的那位姓张的是他的弟弟还是堂弟啊？我就不清楚他怎么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除了担任立委的幕僚，张定良也是某一个升级负责人，办公室就伫个中华电信大楼内，阁是工研院转投资的公司。不过郑天才回应讲，伊是朋友介绍熟识，对这件代志也无清楚。是2位主管还在调查中嘛，2位主管就先调离那个主管内部，就来宣导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情。营建署表示，配合司法的调查，目前已经将2人调离主管职务，听候司法调查出来，再做后续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拢提出重启服务的议题。早起有假使目镜业者、甲餐饮业者等6大产业的代表去立法院登前抗议，因呼吁讲千万就唔通为着政治影响到台湾400万就业人口的生活。胡闹通过，生活难做。选举议题敢要重新启动两岸服务协议的谈判，最近是愈来愈多业者出来抗议。拜四早起，阁有6大业者的代表提陈情书，徛伫立法院外口表达反对。因伫陈情书内底表示，台湾算袂赢中国，若是开放服务，台湾的业者恐惊是无法度甲中国对抗。我们这些业者将会造成了一个恶性竞争，而且大陆的资金，政府他应该会帮助他的业者，就是以商逼政的一个做法。目前国内租轿车的业者大约是1700多间，游览车业者有800多间。若是中国的观光旅游业会当来台湾做生意，因惊会影响到本地的业者，市场嘛可能互中国占去。包括游览车，包括购物站，还有包括饭店。很多都是这个一条龙模式来做经营，反而业者受惠的部分不多。我觉得
不要因为选举而仓促的来开放这个服贸，而是应该要跟业者开一个座谈会，或是大家来沟通，或是说未来如何来保障这些业者的一些生计。这场阵前，敢若民进党派出3个立委到现场表达支持，国民党参民众党拢无人到位。也拿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甲侯友宜提出重新启动两华服务协议的议题，不过针对最近这几摆的阵情，因是拢要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外界拢正关心。新竹市政府今仔安排美国大联名的专家到现场勘查，用过手乌白的所在，让专家来了解土埋的关度、甲排水性等问题。因为市政府冇邀请议员到现场监督，率即安排因伫球场的3楼远远啊看，让议员是真不满。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持续地进行。13早起，新竹市长高虹安陪受邀请来台湾的美国大联名政务专家到现场会勘，现场出动小型的怪手开挖白所在。美方专家踏入洞内，让土壤层详细翕相记录，要了解土的关度，也甲排水性质的问题，佮伸手摸沙石堆，即届佮挖出好像无路用的手套这物件。专家嘛，行去外野区去勘查，讲说场边排水沟伤大棚，嘛无斜，无法度自然消透这设计问题。还会再多花几个洞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实际的排水或者实际的地漏，它比较好判断到底这个施工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的排水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下午的部分，我们也会就已经开挖的这个洞呢来进行排水的测试，看看水是不是能够真的降下去。不过专家巡视棒球场的时阵，刚刚市政府团队、土木技术工会，也有营造厂商这代表会当进入场内。由9个跨党派议员所组成的棒球场监督小组，互人安排伫3楼包厢伫观察，无法度听到现场讨论的内容，议员提出抗议。在下面呢，在会看呢，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不用邀议员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球场的现况，先做一个分析，还有后续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打比赛，尤其是安全最重要，说到底接下来要该怎么样来实现这些改善的建议。市政府讲，相关的安排是为了要妨碍作业流程，勘查资料会阁提供。美方专家必须把图带回美国检验了后，才会当提出完整的评估报告。嘛，互外界持续关心新竹棒球场敢有法度伫明年这棒季比赛时阵如期复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买厝的优惠贷款哦，政府会当搁补贴一买，搁加上即马银行补助半买，所以利率只有1.775%，上济是当贷1000万。款年限有40档哦，有5档的时间会当只纳利息，按算8月初1开始实施。吊车司机加吊挂手架 H 型的杠铃慢慢啊固定进行吊挂作业，这是伫台北市中正区全新的建案，当地加紧赶工兴建。台湾的厝价真悬，少年人厝买袂起，民众真不满。为着扩大减轻无自用主体家庭买厝负担，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买厝的优惠贷款精进方案，利率是由政府补助一买，国家即卖的行库补贴的半买，一段式的利率上加抬到1.775%。以补贴1.5码之后，每户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呢，3年一共是112500元。除了贷款利率的补贴，青安优待新方案也有3种优待，贷款额度提高到1000万，款限期调为5年，贷款年限嘛有关到40年。会当申请专案的族群必须符合规家伙拢是头一届买厝的人，无适用转贷户。预定8月初1实施，拢总是3年到2026年的7月31日。不过，为内政部发布的今年第1季全国甲6都房价负担能力指标，全国房贷负担率超过41%，也是比顶一季升悬0.9%，比去年同期升悬2.8%，显示房贷的负担也是真大。利滚利的结果，你小的负担的这个金额是越来越高的。那特别在时间拉长底下，你会缴到真的是天荒地老啊！你从30岁缴到70岁。
那你人生已经到老的时候还要再缴房贷，那你会觉得蛮悲哀的啦。学者认为，少年人厝买不起，上界大的问题也是关厝价。政府伫做贷款补贴政策的同时，嘛应该同时解决租厝乌市，安尼才会当逼出空厝。安尼无，干那安尼压钱方式解决问题，根本无法度真正解决少年人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内政部伫7月初推出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也毋过有真侪问题。今仔就有立委呼吁临时会应该赶紧来处理租厝条例修正案。万户，然后300亿的这个租金补贴啦，50万户租屋的这个补贴，请问现在发出了几户？连30万户都不到。内政部伫7月初推行300亿扩大租金补贴专案，不过问题了，嘛出现厝卡要申请，互厝头家主动的情形，申请旁边的人拢卡去崔妈妈基金会讨救兵。立法院按算后礼拜会召开临时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今仔日主张，除了处理性平三法修法以外，嘛要处理甲居住正义相关的法律。除了原来预定要来修订的性平三法，时代力量也建议吹哨者保护法，还有外衣间条例还有囤房税来落实累进差别税率，这个是时力党团所推出的囤房税的这个修正。社会住宅的完工数一定要来做提升，还有囤房税的落实差别税率的课税的方式，以及修法来做处理的是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订定租屋的实价登录，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以及实际上在推动的成果。时代力量表示，国内税厝的人口超过300万人，不过租金甲税厝的品质煞无透明。另外，伫司法改革的部分，最近引起讨论的外役假的争议。时代力量党团嘛希望临时会会当量早处理外役假条例相关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艺人黄子佼，被指控讲用翕艺术相片的理由说爱因烫衫，互伊翕相。台北地检署表示讲有接到民众提告，会来进行调查咯。MeToo 事件中有人指控，互艺人黄子佼伫车景中心，佮放翕无穿衫的相片。黄子佼嘛直报来说明有回失的。台北地检署是表示讲，黄子佼互列做被告，伊嘛透过公司发声明表示讲，伊会来面对，嘛会来配合司法的调查。再来看行政议会昨通过性平三法修正草案，针对权势的性骚扰会来加重处罚，加重1/2的刑期哦。若说头家是加害者，上侪是当罚100万。修法毋但限制私人的企业，政府机关的首长嘛比照办理。最近性骚扰事件真多，引起国内MeToo热。行政议会13通过统称性平三法的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等修正草案，其中上互人注意的就是针对权势性骚扰加重处罚，刑度、罚款、赔偿全部调悬。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目标为强化有效打击加害人的财罚处置，完备友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并采跨领域、跨专业、跨部会的联防方式。修正草案伫刑事部分，雇主、机关首长等利用权势犯性骚扰罪证，会加重伊的刑度1/2，相当达到3年。行政法的部分，雇主若是性骚扰案行为人，相关会面临100万的行政罚款。另外，增订民事颠覆性赔偿，相关会达到法院判定求偿金额5倍。我们申诉的第一轨是内部的，比如雇主对他受雇人员间的，或者机关内部的同仁间的，这个是第一轨。第二轨外部化就到地方的主管机关了，可能是卫政机关，可能是劳政机关。第三轨就是所谓的民间团体的协力哦。根据修法草案，除了私人企业雇主受到规范，各机关首长嘛比较办理。未来主管牵涉到性骚扰，都是一般的权势性骚；雇主也是机关首长，是性骚扰加害者，都是特别权势性骚扰。另外，伫修法完成了后，差不多有10项处罚需要各部会另外定。不过有一寡规定，像讲处罚会当立刻实施，无需要准备期。部分牵涉到配套这一部分，暂定伫明年3月7日妇女节都有效。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7月7号检举，互囡仔食过期的食品哦。后来嘛查到讲，确实有食品过期咯。社会局甲卫生局最近又搁调查9间的公私立托婴中心甲托育家园，嘛又搁发现讲托婴中心哦，有食品过期，会依照食安法来做处罚。卫生局人员对灶骹找出过期8个月以上的综合骨粉甲白醋，无到2礼拜的时间，嘉义市阁查到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放3项过期食品，其中过期上长的有9个外月。业者表示，进前已经将这寡大料包起来，准备淡掉，无互囡仔食。这个案子我们将约谈了相关负责人到局说明之后，那后续会依食安法进行拆除。强调会依法裁处，社会局甲卫生局人员进前无事先通知，就去检查市内9间公私立托育中心。起因就是7月初嘉义市第一间公立托育家园互检举，疑似因真侪过期食品。卫生局一时安罚9万6，业者嘛表示已经做相关的改善。到期的都一定会把它处理丢掉。家园里面放的食材一定都是要在有效期限里面的。每周都会定期检查，我们未来也会为孩子健康做把关。托育中心接续出现过期食品，互外界烦恼囡仔的食安问题。市府中心对食安问题无吞论的立场，会继续做稽查，并提悬稽查的时间到每3个月一摆，加强辅导保护囡仔的健康权益。记者嘉义报道。大学分科测验今仔考第2天哦，是考历史、地理和公民。头一科历史哦，性平运动、转型正义、和白色恐怖，拢出现伫题目内底。阅读理解甲需要思考的题目是真多。要袂讲前啊，都已经有袂少学生行出考场，要继续准备后一科的考试。大学分科测验的第2天，再去先考历史这科。实际上问考生，大部分拢认为讲今年历史这科袂伤困难。题目嘛袂伤歹写，我自己觉得还好。历史是依照海洋去发展的，然后这个就是比较会需要用到你的地理。盖了一顶红帽子，他们说红帽子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写起来蛮顺手，只是字要写的蛮多的。问部分的考生，大部分认为今年历史这科袂讲真困难，程度拄好，单纯靠背就会当提分的题目无侪。因若手写的题目，颠倒是爱用袂少精神。规份考试单注重文本阅读甲理解。需要多元史料的探讨，若想要摕高分，基础知识都要全部拢真熟手。总体而言，不会到那种考什么很机车的超级冷门的事件，看你有没有那个抽丝剥茧能力啊。如果你要表达的很精确的话，其实蛮多的，对。但如果你只是要把那种重点抓出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阅读理解的比重加重非常的高，所以学生需要以阅读理解来分析史料的能力，很多题目都要融入历史探究与实作的方法。那学生甚至要文图对照，然后根据史料来做出正确的判读。缺考的人数是1341人，那缺考率大概是6.42%。迄若伫分科测验当中，新冠体检阳性的考生会安排去备用的考试场。12统计有46个学生。13历史这科新增加3个，目前累计全台湾有14个县市，30间考试场，拢总49个确诊的考生。记者综合报道。肺癌有一款是慢性淋巴性的白血病，病人真侪拢是60岁以上的老大人，因为初期无啥症状哦，病人会准这是食老的镜头，所以学校早期发现。医师就提醒讲，若是老大人哦，常常变瘦，常常发烧，人神神，淋巴结有肿起来，就要量早去检查。一个70多岁老阿伯本身有糖尿病，常常精神歹，连饭都食袂落，体重快速降低。本来想讲是血糖问题，后来就医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去治疗肺癌当中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一开始呢，他们的诊断只是说他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对没有贫血的症状，也没有血小板降低的症状，所以就会继续追踪。可是因为他的血球就越来越高，然后淋巴结开始肿大，所以才会去做积极的诊断。医师表示，慢性淋巴性白血病60岁以上的老大人较会去治疗，因为初期无明显的镜头，而且较会互人误会是脑坏现象，延误治疗，所以才互人叫做甜蜜的杀手。
医师提醒，若身体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定定会发烧、暗时流凊汗，佫会出现淋巴结液肿，规身躯先到即个症头的时阵，都要提高警觉。很多症状都像感冒一样，就是他疲倦、累，然后发烧，那没有很特别的症状。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先抽个这个血球看看，就有意外发现，所以很多就是在症状不是很明显。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09年全台湾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患者，拢总有241人。平均每年新增加200多位新发作的患者，因为这种患者大部分较侪岁，佮有其他的病症，所以无法度负担骨髓移植，所以治疗的效果无好。不过今年7月开始，新一代口服标靶压制剂已经得到健保的给付，渴望让更较侪患者得到这个好处，控制病情，佮延长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经济部甲农委会最近预告，要甲渔田共生区内底一寡长期爬远的渔温设做绿能发展区哦。也毋过学者质疑政府无具体规划，农村代表嘛真烦恼讲，若是无完整的规划，对农民农业会造成伤害。透过空中的镜头看七股沿海过去一望无际的养殖渔温即马拢四界有太阳能光电板砍掉的。为着要取得更较侪土地发展光电，最近内政部有个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拍算维设绿能发展区，只要伫区内推动光电，无受到660平方公尺的限制。但免怎选址、如何监督，学者讲政府根本无讲清楚。我们只看到绿能发展区要透过修法大开后门，变成一种空白授权的做法。我想这样子呢，合理吗？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合理。目前推出要离地地热的地区，佮有渔田共生区内底非养殖专区，而且长期弃用的渔温其中免怎定义地地热呢？农村代表表示，农地只要种会出农产品，就无存在地地热的问题。若佮有农业生产的土地硬行划入去专区，主管机关毋是农政单位，安尼根本是咧放生原意种植的农民。你形同把这里面的这些真正有高度意愿务农的这些农民给放生啊，而且你等于是惩罚了这些有高度意愿就是做务农使用的这些农民。而在学者、农村代表佮团团共同呼吁内政部渐慢来推动绿能发展区。那一直以经济产值来计算，恐惊所有的赤仔田拢要变成低地热的地区，互光电帮来取代。环保团体表示，有传言内政部要渐慢公告，不过到截稿进前也无法度取得内政部的回应。记者林永明、夏基文台北报道。来看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为着要庆祝韦伯太空望远镜头一批相片公布满一档，昨公开一张宇宙的相片，是翕到50粒行星的诞生，咱做伙来欣赏。The Rho Ophiuchi Cloud Complex, a small star-forming region, is located 390 light-years away, the closest star-forming region to Earth. A chaotic scene resembling explosions frozen in time, this new image from NASA's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displays a field of about 50 young stars. 伫会当看到的光度之下，一个看起来像乌色的区域，以微表吊镜里面的机器伫红外线之下将伊呈现出来。微表太空吊镜所翕的太阳星诞生过程的细节是以前所无的杰作。Meaning the light that we're seeing now left 390 years ago. So on Earth, that was about 1633, which was coincidentally the same year that Galileo was going on trial for showing and talking about the Earth going around the sun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I look forward to even more amazing discoveries.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know we'll be doing is looking at planets around nearby stars, exoplanets, to study their atmospheres to see if they might be capable of hosting life. NASA 表示，微表太空吊镜2001年底伫发射圭亚那发射升空，出任务的第一年就表现互人侮辱，伊展现出有能力做到当初科学家建构伊的时所有的能力，佮由总统拜登2022年7月11公布头一批吊镜翕到的画面。公司新闻黄伟明编译。
最近欧洲的南部，佮有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几啊个省哦，天气是拢非常的热热。气象单位嘛发布高温红色的警报，一寡所在将出现44度的高温哦。另外，意大利的气象单位嘛预报，罗马嘛有可能出现50度的极端高温。伫路行的人，每人手一罐矿泉水，用开钱热风的手嘛拢无停。路边摊保护品项矿泉水占上济。西班牙为这礼拜一开始经历今年第2阵火烧风，有34个省进入警戒，几落个省阁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不少所在12个气温也冲破摄氏44度，呼吁我工作人面临艰难的挑战。Nosotros no podemos protegernos con nada, simplemente beber mucho líquido, agua, Coca-Cola, mojarnos la cabeza para no deshidratarnos. 西班牙今年已经有2个人因为潮汕死亡，拢是伫做户外相关工作。西班牙气象局建议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佮提醒老大人甲囡仔预防潮汕。民众先把水装伫煲仔内，再滴伫头顶较凉。意大利同款面临极端的受风，10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气象学会甚至以但丁新克地壳片当中守护地壳之门3只头的怪物地壳犬来为这个火烧风护命。这边地壳火烧风包括罗马加佛罗伦斯，气温拢冲到摄氏48度边。Ma noi siamo in visita, per cui domani ritorniamo. Noi siamo verso Trieste, fa caldo ma un po' più mite. Qui sole festa, infatti io mi sono scottato. 因为欧洲敢若较无一成家庭有装空调，互老大人甲囡仔面临高风险。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火烧风死亡，意大利的死亡率上悬，差不多造成18000人死亡。若是欧洲议会12针对一项自然保育法进行表决，以法律的约束力来保护甲开发欧盟的自然环境。不少议员拍拖啊庆祝，因为表决结果以336票赞成、300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接来议会要对法案最后的版本进行谈判，目标是伫2024年改选前达成协议。环保团体讲，这是过去30年来欧盟头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大立法。这个法案会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到2030年前恢复1/5的陆地甲海洋的自然环境。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BBC 自深的主播爱德华兹红白讲开钱叫囡仔翕色情的相片卖伊，引起英国社会的关注。另外，美国的前体操国家队的队医纳瑟，嘛因为性侵案关伫监狱，最近甲其他的犯人起冤家受伤，传出讲是因为伊看运动比赛，讲出一寡真歹听的话。伫咧伦敦都会区警察局的调查结束，并且确定无犯罪事情了。被指控涉嫌性丑闻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名的主播爱德华兹，也因为心理疾病加重住院治疗。爱德华兹的看守弗林德替行在发声明，对同事被人猜疑感到抱歉，但身体若较好会主动说明。爱德华兹进前就定定讲有忧郁症。Metropolitan Police have said that the criminal test has not been met in relation to the evidence. They hav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 question mark over the Sun's reporting and whether they had taken sufficient steps to ensure that what they were reporting was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BBC 表示，正重新开始调查，并且继续自我提醒，对所有涉猎的人员拢爱有应该的关心。上早表示这件代志的太阳报讲，未过再报道这件代志。因一开始是报道 BBC 有名的主播开3.5万英镑向这位17岁少年人卖色情相片。另外，这位主播伫咧2021年违反防疫的规定，甲约会网站的人伫咧外口见面。另外，有一位消息人士甲美联社讲，涉嫌伫咧监狱内面
台上美国前体操国家队队医纳瑟嫌员工，是因为纳瑟哪看电视，哪讲一寡色情的话，伊挡袂了这个动手。根据了解，这个嫌犯伫咧2006年就捌伫咧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监狱攻击工作人员，2011年伫咧科罗拉多州一间监狱想要杀死其他犯人。这边伫咧纳瑟的攻击案，伊动手了是和其他4位犯人来动乱。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荷兰伫10日宣布讲，明年开始伫网络公开别人的地址，还是个人的资讯，就算是犯罪，相当关2档，还是讲罚75万块。其实伫咱台湾各自法中嘛有规定讲，公开别人的个人资料损害着利益，相当是关5档，嘛爱罚100万。下载电脑用网络伫查资料是真方便，却是隐藏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对着社会发生争议事件，未少网友发动搜查，查出当事人的个人资料甲背景，引发议论。而荷兰政府最近推出新法，即要伫网络公开别人的地址，也是个人资讯，就看做是犯罪，相当人判2年，也是75万元罚款。新法明年实施。我觉得可以遏阻一些事情发生，对。但我们台湾应该还需要再慢慢的改善一下，有点限制到言论自由啦。不过如果上去公审之类的那种就比较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稍微惩罚一下。对着荷兰推出这新法，民众看法无同，即阵包含南韩、香港、美国部分的州，其实拢有相关的法规。台湾是有各自法，依照第41条规定，意图为家己也是第三人不法的利益，也是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当刑处5年有期徒刑，并可100万块罚金。不过有律师坦白讲，在台湾的这种搜查行为，比判刑的比例其实无悬，不过也是面临行政的处罚。你可以去公布或者是使用其他人的个资，而不构成这个妨碍的状况，其实指的就是说有公共利益的状况。譬如说，前一阵子的那个 Me Too 的一系列里面，其实它有涉及到，就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讨论到这个特定人的部分，其实它就不会涉及到了个资法的违反。执行是会有落差的，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可能注册好几个账号。那这个 IP 使用的位置可能有好几次，那你可能就是要就是变成你网络就是要实名制。学者认为，个资法有修法加严的必要性，不过伫这平上真侪困难，面临网络机器人、假户头的干扰，难以找出真正使用者。建议政府加强治安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关西的凤山溪6月受到污染，检验嘛发现讲是有毒的污染物。民众早起去立法院定情，因讲凤山溪是在地人的水源，污染已经过外月了，加袂变清气，大家拢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健康。伊嘛呼吁县政府就应该赶紧要求造成污染的工厂搬走。关西镇居民不想喝毒水。大家发口号要求新竹县政府要加紧凤山溪污染事件的处理动作，因为6月间关西镇的自来水也有空气散发臭味，凤山溪的水面也出现浮油，造成大水紧急停水，7000多户无水通用。检验了后，证实含附苯乙烯等有毒液体，污染物也吸伫河层。这次的污染呢，民众表示不舒服，是因为洗了那个污染的水，有皮肤瘙痒、眼睛红肿的情况。政府还继续的在准它更改那个地目，然后要让它去做什么工业区之类的，让我们的百姓就很恐慌。这名13上北去立法院定情，强调凤山溪是当地饮用水来源，长期饮用对身体造成伤害。除了希望县政府赶紧清除污染物，更要将污染工厂迁离凤山溪水头，尽速成立保护区。也应该要查封列管，所以说我们新竹县的环保局长时间纵容着这个厂家，才会造成今天的严重的污染。派了一位同仁常驻关西7月3号开始就常驻在关西的清洁队，只要一有状况就近处理。对地面的诉求，环保局强调，案发了后已经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目前已经对造成污染的工厂注销工厂登记证，也会加紧速度处理依附伫河层的污染物。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桃园的大园啊，最近因为公所请厂商来赶草啊，厂商是转除草剂，造成大约有20家的稻啊，拢黄去、冷去，损失真严重哦。公所爱农民家己甲厂商联络，看要安怎来处理，互农民真不满。再打落啊，打落去就无效啊，水泉边啊，规大片稻田伫要收成，煞突然冻去。农民不满区公所委华除草公司喷除草剂年春，烦恼高公牛若风检出农药残留，过当年会失去资格，有诶烦恼影响搬商收尾绩效。投诉公所了后，煞风通知自行甲厂商联系，去甲稻卡断地，拢向机关申请。大南风喷的，你不要看这里只有这里而已哦，已经飘到30公尺以外哦，那个都有农药残毒了，不是说肉眼看到这一点点而已。现在所受影响的面积差不多有20甲左右，沙仑、郡头、内海、和平。西海有4、5个里都有这种情形，可是现在才知道，赶快。对啊，区公所现在才知道啊。针对农民不满，大园区公所解释，委托厂商除草，使用除草剂并无伫合约的内容内，才会引起误会。厂商也当场答应会负起赔偿责任。机关也要求农药局将污染病就先考虑出来，只要有除草剂就3度销毁。污染的农田，还有它周边可能会污染的一个范围这个部分会来做相关的移动管制，后续会把它做铲除销毁。农业局强调，有点农作物会彻底删除，未流入市民，也已经进行产区测压，甲实主采样送检，1礼拜内处理检验报告。若确定是除草剂造成，会以农业管理法非法行为人。另外，也透过协调会议减少作物删除，甲无法度交公牛的损失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七星潭有真侪流浪狗啊！花莲县政府伫游客较侪所在，正会发出高频测音，会当赶走狗仔的设备。也毋过最近发现讲，这个设备互人破坏，有民众就怀疑讲是一寡真毋甘这流浪狗仔的人破坏的。茫茫讲警方会当赶紧抓到凶手。这是七星潭秀清广场的自行车道，官府伫遮安10支高音频的驱赶器，设置了后，附近确实都无看有流浪狗啊。不过最近各式牌甲驱赶器煞互破坏。所有的驱赶具都移除了一个原来设置的位置，那其中有2只是被严重踏坏的一个状况。那在告示牌的部分呢，10面里面有2面是被整只的折断，那也提醒民众，这部分是破坏公物的行为。七星潭流浪狗的问题一直存在，最近有民众讲，狗仔会共虐、共攻击，即马驱赶器互破坏。附近的民众看法是真无共款，阁有人怀疑是爱狗的人士破坏的。就是县政府，你把它抓走嘛，你让狗之家嘛，你干嘛弄得这样？我们不可能去做一些破坏的动作。我们认为啦，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在抹黑嘛，他们会抹黑狗，也会抹黑我们。根据在地民代观察，虽然大部分流浪狗仔拢真亲近人，不过最近确实有民众去海沙坡仔食物件的时阵，因为流浪狗仔甲抢食，致使伊手受伤。认为官府应该要重视驱赶器的设置甲用意。那他只是把我们这一区的狗赶去另外一区，那造成另外一区的狗的数量更多。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官方强调讲，七星潭目前有持续伫抓动物甲执行绝育。去年到今年7月，拢总抓到11只狗、2只猫，破坏设备嘛已经安心的转去啊，而且有报警察，后续嘛请警方来查办。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的火车头附近有一间在地真有代表性二手的册店，叫做古册柜，也毋过最近要收起来咯。业者是怨叹讲无法度甲县政府继续签约，嘛无标案通标，所以只好关门。一寡支持者真毋甘，就骂县政府讲是文化杀手。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册店无伫合约到期前3个月提出继续合约的申请，县政府只是依照合约来办理。宜兰巷口的历史建筑，伫宜兰火车头附近精华的地区。不过，当地经营要12年的古册柜二手册店，伫14要收起来。册店的头家讲，要离开是真唔甘。心态上是当然是有点准备，但是还是很不舍啦。就像小朋友已经有点长大，然后突然就夭折掉了这样。县府为着要甲宜兰火车头附近活化，建议甲宜兰巷口历史建筑，甲附近同款是历史建筑的铁厂房，整体外包招商。县府讲照合约，古册柜4月份就要提出继续签约，
不过县府并无收到继续签约的申请。若具体规讲，伊1月份就有提出继续签约的申请。至于县府互店头搬离开的时间相短，嘛无红标，好菜店高不离中都要离开。就那个宜兰县政府不但没有珍惜这样子的人才，县政府完全就是宜兰文化的这种消灭宜兰文化的罪人所以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都以契约以及相关法令为主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宜兰巷口经过研究，创建伫日本时期，是宜兰关真罕见保存真完整的铁路仓库。当地部分民众认为讲，遐个光线真暗，人阁少，加做治安的死角。那有的人希望讲会当保持原地的文化气氛。这边嘛，有还蛮少的。怎么说？因为就是比较冷清，而且那边有时候晚上都会有游民。我个人还是认为说，有一点文艺气息比较符合宜兰的文化。县府表示，甲具体几之间的关系，以双方契约甲相关法令的规定办理。县府未来会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办理招标。欢迎包括具体规在内厂商来参加，不过外界也是希望活化了后，会当保存原地文化气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加强取缔乌白饼本色最近嘛增加100多支的监视器，嘛迄着有驾驶乌白饼饭槟榔汁。对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6月底，嘛已经开出400多张的罚单咯。监视器翕到有驾驶准备要停后红灯，煞甲红记记槟榔酱凊彩乌白配，将路面整个染红。另外，阁有驾驶人因为暗时灯光较昏暗，将车顶的粪扫直接弹起的安全岛，这行为全部拢被环保局驾驶的监视器翕甲清清楚楚。那主要是驾驶人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从车窗外丢出垃圾，那环保局会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1200到6000元罚款。台中市环保局最近伫各大主要道路分界道以及高架桥的下骹，架设了100多个监视器，取缔乌白蛋粪扫的乱象。为去年12月到今年6月底，拢总处理共花了400多件，开发超过56万外块。其中上常发生乌白蛋的一点，就是环中路甲向上路口，拢总处理了97件。做什么事之前，不是习惯都会看一下摄影机吗？看一下电线杆有没有摄影机。你看我们台湾多少监视器，哪有可能全部吃得到？对啊，一定会有漏洞的。不少民众表示，高架桥下骹常常看到乌白蛋的状况，重罚只是一个手段，上主要还是靠驾驶人的公德心。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除了伫路口架设监视器，嘛会伫重要商圈来加装监视器，进行24点钟的修正处理。若是抓到行为人，就依照违反废清法来处以1200块到6000块以下罚款。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在南关镇的林家鸟生态教育园区目前鸟仔长个生团，也毋过园区内底刚个甲尾的鸟仔加起来才45只，头一收伫5月24出现，比往过慢个月。目前嘛只有7收16只的幼鸟仔，生看的情况是真歹。园方表示讲，有可能是欠水，佮加上盗鸟来抢食食有关系。各校的学童趁着暑假期间来到关田林家鸟园区观察鸟类的生态。不过今年水质无好，以及盗鸟争取有限的食物，到目前为止，园区内的公鸟、母鸟总数才45只创新高。5月24号出现第一收，比往年佫晚了1个月。今年有看到就是候鸟变多，然后一起停灌，所以竞争对手比较多，一起停灌，没有很多栖地。那没有很多栖地的，就造成了就是说竞争对手很多，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筑巢。台南市的饲鸟、林家鸟，2022年夏季林家鸟的族群调查有1622只，2022年冬季鸟仔类的调查有2603只林家鸟，双双是创下纪录。8社分布伫个关田区，不过根据关田区公所的统计，今年林家产敢若有211公顷，比过去270公顷较少。林家产减少嘛长期翻释，园方今年嘛观察到林家鸟换毛变新鸟比往年较慢，参加翻释的新鸟数目比往年较低。今年的话就是已经有查证的话，有312场集中在关田，关田有242，然后麻豆跟下里，其他的话盐水柳岩的部分还没有。那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都容易有发现，要赶快通报。
农民通报鸟仔收内面孵出1只到3只幼鸟，发放2000块的奖励金；4只以上3000块的奖励金。台南市去年总共发出835件，大约170万的奖金，鼓励农民保护林甲鸟以及栖地。不过今年受到一级稻作休耕影响翻湿，无受到二期做，所落内又搁欠水，天悬休耕，冲击的程度都有待观察。记者郑混达报道。今年1月底，交通部观光局统计，全台湾有1819间的露营场地，也毋过只有190间合法。云林县规划伫高溪设一个露营区，上紧年底开放，这嘛是云林头一个公办合法的露营区。为了提供民众较安全的露营区，文管府去年动工打造高溪中湖川12关的露营区，目前硬体设施已经完工，包括内大场地区。再来小地坪区顶设备，这嘛是云林山区第一个公办合法的露营区。这是在我们草岭石壁这边呢，这个就是第一座的合法的露营区。那陆陆续续呢，我们会借着在这段期间，把所有周边的景点都盘整出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彰湖的十字关的露营区开放之后，大家可以在周边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深度的体验。根据今年1月底交通部观光局统计，全台有1819位的露营场。但合法设立刚有190间，违法设立关达9成。至文管处就表示，目前阮县内合法露营场有8间，等你辅导合法有11间，公办12关营地内容顺利招商，上紧会等第年底开始营运，带动高坑的观光人潮。我们地方的请求希望把这个地方给它赶快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风华，非常优美，非常优美，真的是宝地。文管处表示。12关的步道和露营区开3900万修复和兴建，所以将会来规划，明来串联周边的景点，包括水枪车邻近的步道设置边坡的保护、导览指标等等，计估经费大约2000万。明年底将向交通部观光局争取办理，提供更好的旅游环境给游客。记者为报道。台东县政府向航港局争取经费，要改善往来南苏离岛的富公港单纯的所在哦。分4档来改善，这嘛总算完成了，今仔正式启用。再来买来补助业者，打造5只新的客轮，加入南苏离岛的航线。当年平均有45万人次到台东县绿岛到南苏观光，大部分拢是为富港坐客轮到这2个离岛。过去候船式简单，互游客批评无方便。4年前，县府向交通部航港局争取800多万，改善富港客轮候船式13正式启用。全新面貌的富港客轮候船式，开摆精光的卖票区，资讯看板也改用大荧幕，整体规划有航空站的规模，也增加便民的手机无线充电区，总算让游客等到有现代化的单纯空间。人潮多的话，那如果是要那么炎热的天气，当然是大家都喜欢在室内吹冷气凉一点。那椅子上的话，多少会欠缺。空间虽然扩大，也毋过座椅也是互游客感觉无够强。除了希望后续的改建计划会当争取定存动线的假日也方便，也会当成立港区上宽。船港局表示，今年已经编列海上南石公路相关建设经费，全国各地港区的各项规划会当提出计划申请。那是不是也考虑到社区弄一个港区的这个商圈？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设施的改善跟提升。然后一起带动海洋的观光。我想，我们会跟县长这边，会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航港局强调，推动南石公路建设，若是港区的改善，政府也爱投资2.9亿，以台东做示范，补助民间打造5只新客轮，加入南苏加绿岛航线，提供海上游客的舒适交通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职棒昨暗选球员，新的球队台钢雄鹰头一个就选到捌伫美国大联盟拍球，今年中职选手上大咖球星林子伟哦。本来外界预期讲有机会加做今年选秀状元的高中生王念好，是互第2顺位的富邦悍将选走。第1顺位知名选手林子伟。中职第6队台钢雄鹰，就照大家所要的，这名有大联盟资历的选手林子伟，正做今年选秀的状元。
林志伟2017年第一遍升起哩大联名，先后拍过红袜、双城、大都会，也捌伫咧独立联名甲澳洲职棒拍过，丰富的旅外经验，真做台江的看棒球星甲少年球员的榜样。伫咧林志伟参加选秀进前，本来状元热门人选之一的王良好，和第2顺位的富邦悍将选掉，真做本案。富邦近期他的中线二游已经逐渐定型的情况底下，就这个边防3垒来说的话，或者是甚至也可以坚守1垒的王念豪来说，是完美的一个抉择啊。今年选秀有177人报名，包括45位今年毕业的高中球员，也有6位有国手资历的选手。第一轮第3顺位的统一赛，选到让人叫做有拍子好手的林家辉，真做探花。他就是我刚刚讲到，连续2年都有参加 U18 比赛的一个好手，很好的一个球棒控制技巧跟中长打的能力哦。所以我想统一的外野阵容哦，又更加坚实了哦。这个选秀台港雄鹰前2轮一人分别选2位选手，上面是选8轮，总共10个人，是今年6队内面上多。中信兄弟这个人选5轮上少。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